大师兄，一个人在练剑啊？好，师傅教了我一套剑法，我怕记不住，所以拿木剑练练。哎，那我们兄弟几个陪你一块儿练吧，顺便你指点指点我们。对啊，是师兄，是啊，指点我们。指点你们，我还不会呢，更别说指点你们了。大师兄你就别客气了，二师兄常跟我们说，大师兄那招听涛劈浪堪称是天下无敌，而且那天你就是用那张听涛劈浪杀死了岳掌门，还吓跑了那个东厂太监。大师兄你就教教我们吧。我根本就不记得我那天究竟是怎么出的招了。也许我可以帮大师兄想起来那天是怎么出手的。二师弟，二师兄，你打算怎么帮大师兄想起那天是怎么出招的呀？我记得那天岳掌门跟大师兄比武的时候，聚仙堂的掌门岳东来招招毙命，大师兄是在九死一生、命悬一线的情况下，才想起那招绝技。可是我没剑呢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我们帮你把剑给挖出来了，给。哎，这么巧，大师兄你有剑了，请吧。希望你在天之灵不要怪我。婴儿生性纯良，我不希望他越走越错，再次沦为被奸人利用的杀人工具。所以，我不希望他回想起过去的种种。我只能传授他只守不攻，仅仅只能保护自己的剑法。但愿顾洪兄能谅解战某的用心。大师兄，小心了。各位师弟，大师兄真厉害，不管二师兄怎么攻，大师兄总能见招拆招，连根汗毛都少不着啊！大师兄，你那招听涛劈浪我也练过，你要再只守不攻的话，就太看不起兄弟了。别误会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哎呦，我说冉主任，你倒是还手啊！光守不攻哪行啊？他下手那么狠，你不用考虑我的面子。英雄哥哥，快用你那招听涛劈浪啊！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大师兄，得罪了。听涛劈浪，嘿！大师兄，哎呀，你这笨鸟啊！大师兄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姚北哥哥，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他是你大师兄啊！对呀，太过分了呀！你们还是师兄弟呢，真拿家伙劈死他呀！二师兄，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下手那么重呢。是二师兄，你出手太重了。我没有啊！哎，大伙儿不要再怪二师弟了，要怪只能怪我太笨。大师兄，
你就别再替二师兄说话了。二师兄，你怎么这么过分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大师兄呢？灵儿，他们不了解我也就算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你别再说了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师傅，爹，都跟我来。立即派人将这2面免死铁券送返京城，交给9000岁，禀告9000岁，在下已确认了神机营叶红影的下落，只需稍待数日，我便可带着叶红影返回京城，交给9000岁亲自发落。是长公。战天云，你一口气耗尽了2面免死铁券，下次我看你还能拿什么同时保住叶红影和姓顾的那个反贼余孽？刚才听你说叶红影真的是在折剑山庄了。剑术是一门武术，也是一种修行。练剑之人，除了力求剑法精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体悟心性的修养。所谓剑，乃气也，唯心是用，用剑行善，便是圣者。仗剑行恶，则是妖魔。所以，你们每一个人到我门下第1天，我教你们的第1件事，就是学武前先学做人。否则，在武学的造诣上，无论能有多高的成就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为祸人间的刽子手。红英啊，姚北，弟子在。啊，弟子在。今日你俩同门切磋，竟以致命毒招相搏，还用真剑交锋。你们可知道，你们严重犯了折剑山庄的门规。姚北，你把今天的事从头至尾给我说清楚。师傅，我师傅，其实今天的事情不关二师弟的事，二师弟是想帮我恢复记忆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你们自幼入门，与我形如父子。试问天下有哪一个做父亲的会不了解自己的孩子？姚北，今日之事你可知错？师傅，我弟子知错。你心性高傲，嘴里虽然认错，但心里未必真的知错。罚你3个月之内不准用剑，好好反省，想清楚今天你到底错在哪儿。倘若3个月之后你还不知所措为何，你就不配用剑，一辈子都不配用剑。可是师傅，我今日之事，我不想再多加追究。但若日后无论是谁敢再犯门规，为师必废弃武功，逐出师门。听清楚了吗？是师傅。是师傅。是。都下去吧。红英啊，留下来。哦。只是前些天，9000岁飞鸽传书说您突然离京，音讯全无，9000岁是心急如焚呐。飞鸾这就吩咐下去，立刻护送大小姐返回京城。谁说我要回京城了？可是9000岁他老人家，等我办完我想办的事，自然会立刻返京向叔叔请罪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听大小姐的了。不过飞鸾非常想知道，大小姐想要办成什么事。飞鸾可以帮助大小姐心想事成。不，这回应该说是我来帮你。大小姐帮我？大小姐又说笑了，让飞鸾心中诚惶诚恐啊。不过，在下还是想知道，大小姐想帮我什么？生擒叶红影。什么？难道你不相信，我真的能帮上忙吗？哦，不是不相信，只是不知道大小姐要怎么帮我。
这个折剑山庄的战天云，手上还有一面免死铁券，而且在下已经答应过他，只要叶红影和姓顾的那个反贼余孽不离开折剑山庄，我就不能对他二人采取任何行动。所以，要生擒叶红影，必须先击垮战天云。唉，可是这个老匹夫武功高强，心思缜密，极不容易对付啊。你别忘了，放眼天下，最了解叶红影的人，就是我。哦，大小姐说的是。实不相瞒，日前我已经来到此地，早已将折剑山庄的大小事宜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战天云门下排行老2的弟子江瑶北，此人心高气傲，一心想继承折剑山庄庄主之位。也许利用他，是对付叶红影和战天云最有力的棋子。还记得你小的时候，总喜欢吵着要为师带你到这儿来玩吗？那我小时候是不是很淘气、很不听话，常惹师傅生气啊？你小的时候确实很淘气，可是众多弟子里面，你是最聪明、最讨师傅喜欢的一个。哎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听其他师弟们说，后来我就被师傅送走了。如果师傅真的喜欢我，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啊？这个，师傅您怎么了？我总觉得师傅有好多事情不想让我知道。因为有好多事情让你知道了，反而不是好事。师傅，您又开始说我听不懂的话了。哼。既然你听不懂，那我就不说了。还记得这把剑是为师送你的吗？一般的剑都是双锋双刃，而这把剑为什么却只是单锋？你可知道为师的用意？凡事都不要做得太绝，留一点余路给人家走，明白吗？哦，师傅说得很明白，但是我听得很糊涂。不过师傅您放心，我回去以后一定会把您所说的每一句话认真地想清楚的。以你的资质，一定会明白为师这句话的含义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。你想知道什么，你就问吧。师傅上回借给我的那把剑是断剑，既然剑都已经断了，为什么干脆不把它扔掉，换把新的呢？因为剑是我断的，留着它警惕自己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师傅犯了什么错？年轻的时候，我醉心虚名，妄想名扬天下，成为江湖中人人敬仰的天下第一剑。最后，我做到了，可是换回来的是永无止境的内疚和后悔。所以，10多年前，我把这个阳明山庄改为现在的折剑山庄，目的就是告诉天下的人，当时风华一时的战天云已经不复存在。如今的老朽，只是个淡泊名利、视虚名如粪土的乡野匹夫，一心退隐江湖，告别所有的恩怨。就像现在，希望你留在师傅的身边，永远不踏出折剑山庄一步。这么说，师傅，我以前也是身在江湖，和许多人结仇结怨。我说过，以前的事情你就别再想了。哦，是。二师兄，你别再这么喝了。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就说出来呀。说出来，我现在就是把心放在这儿，有谁会相信？不管怎么说，我相信你啊。你相信？当然。既然你相信我，为什么和别人一起责怪我？怪我用真剑和大师兄过招？啊？为什么？其实你根本就不相信我，你和他们一样，都在怪我欺负大师兄。
就连师傅他老人家也当众责怪我，还罚我3个月不许用剑。如果我说大师兄是自己跌倒的，你信吗？我觉得你也不能怪爹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次做的